我这不是看着你孤儿寡母的，带着兰儿不容易吗？太太说的是，儿媳从不敢抱怨，可今天话既是说到这儿了，儿媳的意思是，既然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，也用不着儿媳帮着太太管着这边大家庭的事儿。那往后也还是这么着，就让儿媳这个小家由着儿媳自个儿做主好了，这样也免得日后给老爷太太添麻烦了。你这些话都是什么意思啊？好，蕊儿，这样很好。其实我也很愿意让你和兰儿借此机会脱离这个大家。日后或有风吹草动，或者大难临头，你这荷香村都能像世外桃源一般，避祸于家族之外。好，我很高兴能这样。或许我赵家的将来，就像那阴间不远的李家一样。可是就因为咱家有蕊儿这样的好儿媳，能保住兰儿，能为赵家留存一线血脉。蕊儿，为父谢谢你了。老爷请起，老爷请起，儿媳不敢，儿媳不敢。快了，这就快了。这话呀，京堂大人都说了好几回了，人家还不是好好的？该当官的当官，该发财的发财。这回不一样，一根胡萝卜一根大棒子，皇上一股脑全给送来了。哎呀，不得了，真的不得了了。也不过跟以前一样，皇上不高兴，给点子警戒，也就这么着了。贤德妃在宫里正给荣宠着，难不成还真把他爹的家给查抄了？我说的就是这个。皇上此番警戒，大有山雨欲来之势。上次给朱大奶奶的贞节牌匾也很不寻常，什么忠孝两全，这不是褒奖朱大奶奶，而是预警我的恩师啊。那又怎么样？以往的警戒，只不过拿李家最产来说事，可这回李家最产的事情不重要了。皇上把一个忠字一个孝字亲笔书写为匾额，让礼部给送过来。这实际上是说，皇上若是开了杀戒，杀的那也不是隐匿罪产，而是不忠不孝的逆臣。赵大人的意思，皇上的这块牌匾倒还真是微言大义呀。哎呀，子生啊，这话说对了。皇上要杀人，且以贪渎定罪，那定然是表面文章。因为皇上最在意的，绝非这等金钱上的小事，而是你是否对皇上有二心。你看看这国家养着的那一个个朝廷的官员们呢，他们个个身居要津，鱼肉百姓，贪污腐败，却一个个有恃无恐。其所事者何也？就是让皇上能看到他们那颗忠心啊！只要皇上认定你是忠心的，那你就是杀人越货也不怕，皇上会护着你，绝不会查办你。便是名分大了，在这个位子上待不下去了，也不过给你调个地方啊，接着当你的官，甚至升你更大的官。可若是皇上认定你是个不忠心的，就是说皇上以为你对他有二心了，那你就完了，你去死吧！当官的可以贪污腐败，可不能对皇上有二心。贪污腐败是罪行，对皇上有二心，这个事儿嘛，没任何条例管，顶多是个错，不是罪。京堂大人的意思，当官的可以犯罪，但绝不可以犯错。子生啊，你跟了我这么久，直到今天才算是懂了我教你的真经啊。这个官场的学问还真是大了去了。不过卑职看来，大人的恩师从来都是个审慎为官的，他如何会犯下这个二心之错呢？犯了这个错的，恐怕不是我恩师，而是宫里的这个贤德妃。
怎么会嘛？风起于清平之末，这风即是刮起来了，那雨也就快下了。书到猢狲散，这么多年，咱们这个家所仰仗的就是颖儿，蒙受着皇上的宠幸。咱家享受着这棵大树的荫庇。如今看来，这棵树咱们靠不住了。老爷，颖儿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凭我多年在朝中为官的警觉，我以为到了未雨绸缪的时候了。但愿还能来得及。会有这么严重？皇上不是刚赏了兰儿她娘一块贞节牌匾吗？咱这大儿媳有先见之明啊，她早就看出咱家会有今天。她做的事情，那才真叫未雨绸缪。这原是我早就该做的，我竟不如咱家这大儿媳有见识啊！哼，亏她还得了皇上忠孝两全的匾，她不是朝廷官员，哪来的什么忠？我看她先就是个不孝的。这些话不必说了。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做最坏的打算，只要有可能，就要尽量避免重蹈李家的覆辙。会有这么严重？只要走到查抄这一步，家产封没，卷口发卖，会跟李家一样，不可避免。要这样，那不就全完了？全完了！太太先别慌，老爷的意思，咱们要如何做？咱们跟李家不一样，没他们那么多的家产，需要预先转移的财物不多。咱们唯一要做的是尽量避免卷口发卖，能提前走脱的要赶紧预备起来，南下金陵，保存我赵氏家族的骨血，得以传承。那我们是一起走，还是分批走呢？要分2步。第一步，遣散各房的奴仆和丫鬟，要分头到各房去跟他们说，就说我赵家准备放弃京师，要南下有个更好的发展。主子们懂得连续下人，有不愿跟着南下的，离开之前可多领取1个月的月钱。我估摸着3城里的奴仆和丫鬟会离去2成，这笔钱咱们总还有吧？啊，这事儿交给我，我会办好的。剩下就是咱自家人，谁先走，谁后走，谁不走，要走就全都走。这不可能。一旦被查抄，家里头有官职爵位的主子爷们儿1个都不能走。若是走了再给抓回来，那就要罪上加罪。我说的要提前走避的家人，其实就是没官职没爵位的女人和孩子，像秦儿、唐儿还有兰儿。不过我看兰儿她娘的意思是不会再与赵家为伍啊。那就不管他。我要说的是，如果老爷不走，我们如何走的？我尤其走不得。我若是走了，你们也全都得给抓回来，跟我一起被治罪。我留下来，把一切都担起来，或者还是块挡箭牌啊！啊，我陪着老爷留下。说起来，这个祸事总是我先闯下的，一旦查抄起来，这家里头有什么没什么，没人比我更清楚。官差们询问起来，我应着他们就是。若是只有老爷一个人，那些狗仗人势的差人事事都来骚扰老爷，烦也烦死了。所以，我留下应承着他们最好。凤姐姐，家里的事情我近来也熟悉了些，我也可以留下。行了，我的好妹子，你肩上的担子啊重着呢。我那秦兄弟你得照应着，你婆婆你更得帮衬着。跟你说，
先走的这一大家子，弄不好都得你管着，你轻省不了。这俗话说呀，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一日难。我看啊，咱们这2个二奶奶，你就做那个难的，我来做这个好的。哎，凤丫头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起来，快起来！我有事求太太。有事儿，你说就行了。为什么呀？求太太走时，带上我的乔姐。她跟着太太，我才放心。这还用你说吗？你若是不走，乔姐，我自然要带上。先让她跟着我，等着你来。谢太太。起来，起来，快起来啊！都走啊！难不成姐姐妹妹们都得走？宝琴，你先别着急，听我跟你说，这头一批要走避的，自然是能走成的，又得是最要紧的家里人。咱们这边呢，会有太太和你；孙姨娘那边会有赵堂和秋华妹妹，本来还有朱大奶奶和兰儿。看来他们自个儿已然谋好了退路，不会再跟着家里人一起走了。然后呢，就是大老爷那边的人，大老爷和连二爷都有官爵，也是不能走脱的。凤姐姐主动要留下来，陪着老爷应对官差，那就只有乔姐和大太太跟着咱们一起走了。我估摸着，这要走的每一位主子，顶多能留下1个丫鬟随行伺候着，再多，恐怕就不成了。所以最多会让双儿跟着你走，莺儿能不能跟着我走，就看她的造化了。林妹妹会跟着走吗？宝琴，你真的见到她了吗？齐玉姐姐告诉我，林妹妹就在云翠庵里面，她只是生我的气，绝不肯见我。薛姐姐，咱们家大难临头，林妹妹若不跟着咱们一起走避的话，恐怕就要遭受查抄之罪了，弄不好还要给抓起来，驱赶到崇文门，给卷口发卖也未可知。李家那回被查抄，镇霞妹妹和她的家人给卷口发卖，我是亲眼得见呀，那真是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。那些官差们把姐姐妹妹压在台上，高声叫卖着，真是猪狗都不如啊！薛姐姐，我知道，我若是要带着林妹妹一起走的话，你定然不高兴，骂我不懂事。可是我一定要带着妹妹走。哎，宝琴，宝琴，宝琴，二奶奶，宝琴说要带着她的林妹妹一起走，我会不高兴吗？你说我会不高兴吗？我就知道，咱家这个魔王是不会让咱们省心的。我不会的，我不会不高兴的，不会的。乔姐，追我呀！乔姐，追我呀！过来，快过来！哎，快过来呀！追我呀！乔姐，怎么跑那么快呀？哎，追我呀！乔姐，呀，乖，乔姐乖。这个家好久见不到你的身影了。有你在，不必我来。乔姐啊，娘给你找点东西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是好玩的东西吗？
是好东西的祖宗，有了它们，你想要多少好东西，就能有多少好东西。好，走。咦，真好玩，我也要玩。哎，乔姐，别闹腾，要不然呢，你娘就不给你拿了。你那些存折拿回来之后，我整天在这盯着，她也再没来拿过。娘，这就是那个好玩的东西啊。就是这个，总共有12颗，是珍珠，是珍珠里的极品，东珠。能凑齐这样大小一样的12颗珠，倒也费了我不少功夫。我敢说，就是皇宫里，怕也弄不到这整整1打董珠。还没我玩的弹球大呢。巧儿啊，哎，你呀，不稀罕它也好，省得你没事就掏出来玩，就算弄丢了1颗，也会心疼死我的。知道了。来，娘给你戴上。巧儿，来。巧儿，你仔细听娘跟你说，从明儿起，你就跟着你12姨妈。这条子，你12姨妈让你剪下来时，你才能剪下来。除了你12姨妈，不管什么人要的，你都不能给。我知道了，娘，你要我跟着12姨妈去哪儿啊？我的乖巧儿。娘让你跟着你12姨妈回咱们的老家，那边可好了，比这边的家还要好。你可要听话，等娘的事儿忙完了，就去那边找你，好不好？好。上回我把你弄到庵里来，治疗了好多天，还以为把你这个病根给除了。这回可好，他又找上你了。既是病根，你能给除了，那我还真就佩服你了。这药性，我还得再琢磨琢磨。你身子太弱，下多了你受不了，下少了对你没用，还真是难倒我了。你以为你还真是华佗，能妙手回春啊？华佗算什么？我就是转世，也不能转成他那样，也太丑了吧。秉住持，秦二爷求见。他没说要见哪个？说了，要见的是住持。知道了。要不，我先去看看。去好了。问我做事，他要见的，自然是你。不过是怕你不见他，所以才要先见我做个中转。说不上3句话，还是要见你。你说，我该怎么回应他？随你怎么回应。反正我不见他。这可奇了，那天饥饥渴渴的去见人家，到底没见着，又弄出了一身病。如今人家找上门来，偏偏又不见了。那日我去见他，是因为他要来见我，可我去了，他人倒不在了。所以那天是我一时糊涂，忘了他家里早有一妻一妾，人家是要过安生日子的，我偏偏活着已经很让人家讨厌，再要去纠缠人家，岂不是更加该死吗？这明明白白的道理，你竟然说不明白，这不是诚心气我吗？好，好，好，这回又是我的不是了。他既来了，我就应该把他打发走，根本不该问你，惹你厌烦。你知道就好。
七姐姐，今日我一定要见到林妹妹。宝琴，你知道，从来都是你林妹妹不要见你，不是我不要你见林妹妹。我知道，可是今日与往日不同，今日我一定要见到她。宝琴，你听我跟你说。不，七姐姐，来，你坐。你说，他不听齐姐姐说话？可不是吗？齐玉师傅说什么他都不听，就是一定要见姑娘。你哥，扶我起来。姑娘，这又何必呢？不见他也罢了，何必躲着他呀？再说姑娘又病着，不能这样折腾的。姑娘，齐姐姐，你听明白了吧？家里就要出大事了，我一定让林妹妹跟我离开这儿。哎，齐姐姐，要不你跟我们一起走？我倒没什么，原就是出家人，四海为家的。只是你那林妹妹，她可不是那么爱听别人的话。其实，她死也罢，活也罢，想见你也罢，不想见你也罢，她的一颗心，时时刻刻都在你秦二爷的身上。至于她自个儿的性命，她从来都是不管不顾的。可我要顾她，我要管她呀！这话，咱们说过多少回了？若秦二爷关切的不是你林妹妹，随便换个女人，他早就跟了你去。你便是家里有3妻4妾，只要你对他是好的，他定会对你百依百顺。可你要纠缠的，偏偏不是什么别的女人，而是你的林妹妹，这可就麻烦大了。跟你这么说吧，如今你的林妹妹，她还是最爱你的林妹妹，可以是最恨你的那个林妹妹。怎么会这样？爱我，恨我，爱你有多深，恨你便有多深。为什么？就因为薛姐姐吗？这话咱们也说过多少回了。七姐姐，此事的前因后果我就不再说它了。可现在木已成舟，林妹妹她到底要我怎么样吗？难不成让我休了薛姐姐？可要是老爷太太不赞成，那我也做不到啊。所以林妹妹她不会见你，秦哥哥也不必再纠缠了。你家里要出大事，那是你的家，你去管你自个儿的家就是。你林妹妹不认你那个家，更不是你的家人，她也不会让你来管她。至于我嘛，更不必劳烦秦二爷惦念。我本是坎外人，这些日子就因为你的林妹妹已经跟你们这些坎内人同流合污很久了，哪里还有个出家人的样子？若是贵府出了事情，以后这里待不得了，对我或许还是个改邪归正的好机会。或者我就让你林妹妹也成为坎外人也说不定。不，我林妹妹不会成了坎外人的。我记得秦二爷好像也曾经遁入空门。那是我一时糊涂，我这不又还俗了吗？秦二爷还真是俗气，你的林妹妹恐怕没你这么俗。那是，我林妹妹当然不是个俗人，她是来自仙境的仙女，所以俗人们看中的3妻4妾家长里短，她根本就不在乎。是吗？哎呦，齐姐姐，我只要见到她，把事情说清楚了，她一定会跟我走的。那你便去跟她说好了，可我不会带你去见她的。那你告诉我她在哪儿，我自己去找。这我也不能告诉你。好，林妹妹，妹妹，二爷，妹妹，林妹妹，林妹妹，你出来见见我呀！林妹妹，你看，冻着了不是？哎，见见我呀！哎呀，姑娘，你看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你们可真是的，一个急成那样，一个病成这样，全是因为你惦记着我，我惦记着你，就是不见面。姑娘，你就见见他好了，全当是心疼他，也心疼姑娘你自个儿。快点儿！幸亏多了没见，不然我成什么人了？你出来见见我呀！林妹妹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知道你在这儿，林妹妹。
妹妹，你别生我的气了，你出来呀！二爷，我真的有事要找你啊，林妹妹，妹妹，你出来啊！抱歉，二爷，我们回去。林妹妹，林妹妹，你出来啊！我有事要告诉你。主持，要不要喊些人来管管？好姐姐，你们放开我！我今天一定要找到林妹妹。不要。林妹妹，如果林妹妹不能跟着咱们离开，那就麻烦了。我求求你们放开我吧！林妹妹不能跟着咱们离开，真的麻烦了。宝琴，林妹妹，二爷，我找你有事，二爷你别闹了，一定会找到林妹妹的。林妹妹，她怕是出门去了，所以是放开我！我求求你们放开我！再多派些人手来，等着林姑娘回来。不行，只要一见到她，不行，告诉你知道好不好？好了，今天找不到她就来不及了。好了好了，放开我！二爷，林妹妹，妹妹，走啊，宝琴。放开我，林妹妹，你出来呀，林妹妹，放开我，林妹妹，琴，出来呀！秦师傅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是二奶奶，放开我，施主慢走。走吧，放开我，林妹妹，林妹妹，放开我，我今天一定要找到她，林妹妹。这哪里还有槛外清净之地的样子？我决定了，齐玉姐，我要跟着你出家，你收下我吧。我可不敢收你。你今日在我这出了家，他明日就会在庵外盖起一座和尚庙，那我这里可就更别想清净了。圣旨下，赵府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前旨追缴李家罪产嫌犯五品龙禁卫赵荣逃逸，朕已将赵荣之父世袭三品威烈将军赵天佑之顺公府查封，并屡屡警戒工部侍郎赵府。李家罪产着落在赵家，朕多次宽宥10日，希冀赵府知恩图报，自查自缴，使罪产早日归案。然赵府阳奉阴违，虚应圣意，旷日持久，毫无作为，其孤恩寡义乎？亦乎有恃无恐乎？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召大理寺即刻查封府公府，搜查疑犯及罪产，盘点家产，以待后旨。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这皇上的意思，恩师应该明白了吧2个月前，京堂大人奉旨查封顺公府，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。所谓查封，其实就是封查，把家产全都封起来，检查，然后由京堂大人一笔一笔的盘点入账。哦，恩师明鉴。只是除了封查家产，还要封查家人。虽不是禁闭关押，却也不得随意出入。若是给恩师造成了许多不便，还望恩师多多见谅。京堂大人，有些事情尚需家人出外办理。事情办完以后，即刻回府奉旨，不知可否稍加通融啊？哎呀，恩师所命，学生原是不该拒绝。可圣谕昭昭，学生可不敢违抗。这一边是恩师，另一边是皇上，请恩师教诲学生，学生应该听谁的？啊，听皇上的。哦。封锁进出府公府、荣官园所有路口，
设置门禁，无论何人，没有本官唐玉，不可出入。遵命。恩师啊，这剩下的就是分差家产了。学生不敢妄自作为，把恩师的府邸弄得乱七八糟的。哈哈，恩师您看啊，我这些个大理寺官差，恐怕很难个个都那么温良恭让，学生也很难约束的面面俱到。所以，恩师若能先把贵府的账册交出来，可由贵府管事的哪位奶奶能够引领着？引领着这位叶大人，就查那些该查的地方，不必查的就不去打扰了，这可就好多了。不知恩师意下如何？京堂大人如此关照，卑职感激不尽。疯丫头，家产账册都交给京堂大人，你让各府库管事的亲自领着叶大人封查检点各府库的财产，不得任意私藏。是。站住！站住！嘿，你们是哪儿来的？大理寺奉圣谕查封贵府，任何人不得出入，你不知道啊？哎呦，这不许出不许进，这哪行啊？我得到园子那边去找我林妹妹说说话。找谁也不行，回去。不是，哎呦，几位官爷，咱们通融通融不行吗？让我过去跟我林妹妹说几句话就得。没什么可通融的，赶紧回去吧。京堂大人到！京堂大人，怎么回事？这位小爷一定要出去。这位大人，我认得您，您总是称家父为恩师的。我就是大人恩师的公子，麻烦您通融通融，我到园子那边跟我林妹妹说几句话就回来。哼，圣谕不可违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遵命。不是，大人，这位爷，赶紧回去吧。不是，回去吧。怎么这样啊？请回吧。你说什么？任何人不得出入，真是胡说！我问你，若是皇上来了，也不能出入？哟，这位爷，这话咱可不敢这么说啊！若是皇上来了，别说我们这些当差的，就是我们京堂大人也不敢拦着呀。若是皇亲国戚来了呢？这个嘛，咱还真没研究过。照理说嘛，皇上是老大，皇亲国戚就是老二。这老大咱不敢拦着，可老二呢？大伙说咱们是拦着，还是不拦着呀？拦不拦，这要看你怎么说了。京堂大人。哟，是贝勒爷来了。京堂大人，贝勒爷，皇上的圣谕您听说了吗？听说了。贝勒爷要进这个大门啊，他是这么回事。这年前呢，我得了场怪病，说是中了邪气，家父很是焦急。这李亲王府和这府公府是什么关系？京堂大人你是知道的。家父听说就在这府公府之内呢，有一个云翠庵，这庵里面住着一个神通广大的住持，于是家父呢便把他请过来为我驱邪。您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这位住持呢，施了一阵佛法，然后呢，我的病就全好了。就这么着，这位住持师傅算是我的恩人，所以，贝勒爷就要来关照关照这云翠庵。这个嘛，自然不能越过京堂大人这道关卡。这个怎么说？敢请京堂大人借一步说话。贝勒爷请。京堂大人，我在想你是否听说过为政不得罪巨士？当然听说过了。自从给皇上当差以来，我总是在琢磨这句话的意思。可直到今天，
还是琢磨的不够透彻，请贝勒爷指教。其实这句话意思很明白，在咱们这大清国啊，能称得上巨氏的，必须符合2个条件：一是得有才，而且是大才；其二是得有势，而且是大势力。也就是俗话说的财大气粗。那些个地主老财，他们有才，可是他们势力太小，正所谓财大气不粗。咱们再说势，那些当官的呢，就比如说京堂大人您，在您管辖的地界势力很大，就是说能喘出几口粗气。可是要论起财力来，那京堂大人您可就差得远了。这也就是说，您气粗财不大。那么，在咱们这大清国，真正财大气粗的，京堂大人您觉得是哪些人呢？皇亲国戚。哎，皇亲国戚可以称得上是巨氏。那是当然。那这为什么会说为政不得罪巨氏？其实就是说这当官的不能得罪皇亲国戚，这绝对是一码子事儿。进一步说，要是哪个皇亲国戚喜欢上哪个当官的，那个当官的想要发财，那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。当官的与皇亲国戚的关系，我觉得啊，就是8个字儿哦：好好巴结，不断进步。京堂大人说的甚是精辟啊。那京堂大人，我算是皇亲国戚吗？当然，当然。哎，这在皇亲国戚里头，也要分出个大小。贝勒爷是大的。哎呀，真的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啊！京堂大人若是日后想要得到我的提携的话，那简直是水到渠成啊！那是那是，贝勒爷阳光雨露，卑职如沐春风。真是聪明，聪明。京堂大人，那这道门我能进吗？哎，不要说这道门，卑职管辖的所有地界，贝勒爷要怎么着，卑职就怎么着。都听着，传令下去，府公府荣管院所有大门，臣贝勒爷可随意进入，不得阻拦。是。贝勒爷，请。京堂大人前途无量啊！嘿嘿。林姑娘，祁煜师傅，不好了，府公府也被查封了。你说什么？昨天宝琴倒是说出了这个意思，可没想到会这么快。可不是吗？现在可好了，这里里外外的全都是门禁，谁也别想出去，谁也别想进来。宝琴昨日说她要走，还要我跟她一起走，看来她是走不成了。不要说秦二爷了，怕是谁都走不成了。是我耽搁了他。禀住持，李王府来人求见。是哪个？他说他是贝勒。不见。是。等等，七姐姐，你看到了，门禁森严，可拦不住贝勒爷。要我说，你得见他，弄不好，趁贝勒爷能是咱们的大救星呢。我用不着他来救，让他走。你便是不用他来救，可别人却是盼着他来。是你吗？那你跟着他走好了。看你说的，我是说老爷太太还有宝琴，他们昨日没走成，若是有贝勒爷拉把手，或许还有机会也说不定。那是你说，反正我不想见他。那能允我见见吗？你想见就见，我允不允又有什么关系？那可不成。若是姐姐不允，我是绝不能见的。你，我跟你说，他若是要我答应什么事情，你要件件都给我回绝掉。还不知道贝勒爷请你做什么？
如何就回绝人家？无论什么事情，凡与我相关之事，我不准你带我应承。那凡是我做不了主的，我就去请示姐姐。你敢？去请贝勒爷进来吧。是。英哥，待会儿我跟贝勒爷说话，只要说着说着我瞅着你，那刚说过的话，你赶紧就告诉齐姐姐，看她怎么说。哦。陈贝勒爷。林姑娘，你没？齐姐姐把我救了。哦。贝勒爷，请坐。请。林姑娘，住持师傅，他不在。齐姐姐在是在的，可她生贝勒爷的气了。我知道。贝勒爷就算再忙，也该来看看齐姐姐。是我的错。哪能都怪贝勒爷呢？齐姐姐的性子，我是最懂的。当初阴差阳错，先让贝勒爷有了我枕霞妹子，却又让贝勒爷知道，我齐姐姐竟然也近在眼前，这造化弄人。齐姐姐也罢，贝勒爷也罢，又能如之奈何？林姑娘真是兰心蕙质，善解人意。这么一说，我舒心了许多。贝勒爷是舒心了，可我齐姐姐，她从来就没舒心过。方才听林姑娘所言，入情入理。我想启玉她听了姑娘刚才那番话，心里边也该舒服些才是。这件事情，从理子上说，自然有前因后果，全都说得通。可若从情字上说，就没那么简单了。妹妹，我想起当初的选择，这心里边就乱七八糟的，好像一团乱麻，剪不断，理还乱。林姑娘，我不是来品茶的。我知道，贝勒爷是来解救齐姐姐的。林姑娘，你知道吗？赵府既已被查封，这接下来恐怕就是查抄。当年李家被查抄，卷口发卖，惨不忍睹。霞儿也曾像牲口一样，被人当街叫卖过。如今每每想起来，还是心有余悸。如今前车之鉴犹在眼前，林姑娘自然知道厉害。还请林姑娘，你能够帮我说服启玉，请他无论如何暂时避一避为好。不知能避到何处？到郑家庄最好。郑家庄。郑家庄。可那里不仅是令尊的地盘，也是贝勒爷的家。齐姐姐跟你去了那里，几乎就等于跟你回了家。贝勒爷，请想想，齐姐姐会跟你走吗？他没有必要跟我回家去。郑家庄大得很，他住到哪里都可以。实在不行，我给他再造一座庵，他住到那里去总可以了吧？我看这倒使得，只是不知我齐姐姐她怎么想。林姑娘，你去跟启玉说，只要能在赵府被查抄之前走避，启玉怎么想怎么做都可以。贝勒爷，那我想知道，宝琴能跟着一起走吗？启玉只要答应，我这就去见秦二爷。答应？答应什么？我不答应，绝不！我家姑娘的意思，您不是跟着贝勒爷回家，是在为您造一座庵。您去了那边，跟在这边是一样的，所以我家姑娘才……住口！你不必再说，你去跟林姑娘说，我绝不会离开这里，更不会跟着什么人到别的什么地方去。
是。姑娘，他这么说的。是。贝勒爷，看来这事儿不成了。启玉他还是不愿意离开吗？恐怕还真是让贝勒爷白费心了。可他应该明白，留在这里，那是危险的很呐。这个结果，其实我也想到了。哪里也不去，别说是查封，就是查抄，我和齐姐姐也不必非要离开这里。绝不可以，绝不可以。一旦赵府被查抄，赵家究竟有罪无罪已经不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举凡与赵府相关的一切必然玉石俱焚。这荣官园也罢，这云翠庵也罢，哪个都逃不掉。有件事情贝勒爷可能不知道，奉旨查办此案的金堂大人赵石飞，是我的老师。什么？这云翠庵，老师来过，也在这儿喝过茶。他多次说过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他都会关照我的。可他会关照启玉吗？一旦有事发生，我会请老师关照我请他关照的许多人，齐姐姐、宝琴，还有薛姐姐。我想请贝勒爷跟宝琴说一声，一旦有事，就让宝琴还有薛姐姐到这云翠庵来。林姑娘，真的是这样想？非常时刻，也只能有此非常之想。好一个非常之想啊！若是说启玉也能够有这样的非常之想，那就太好了。林姑娘真的相信，那赵石飞到时候会庇护你们？为何不相信？姑娘自然相信，但是我不相信她。我还是要请林姑娘继续的帮我劝劝启玉。大难临头之时，还是暂且把那些心魔放开。告辞。英哥，去送送贝勒爷。是。贝勒爷有办法让我们离开？秦二奶奶也不要太高兴，坐下说吧。我能有这个办法，是因为忽然想到前些日子的一件事情。家父给令尊送来了一张冥寿帖。是倒是，可老爷把那件事给回绝了。那不要紧，只要老爷赞同这个法子，那张帖子还作数就是。可关键，这负责查封赵府的赵石飞，他是不是能通融？那他能通融吗？能被收买，就能通融。到底是个什么法子？这个法子就算是能行得通，他赵石飞也愿意通融，能在查封期内走避出去的人，也不会太多。赵石飞绝不敢做得太过分，他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释放几个人出去，那就算是不错了。毕竟圣域煌煌，咱们即使给他再多的好处，他也不愿意掉脑袋。那天老爷太太倒是说了，头一批要走避出去的，大约有那么7、8个人。有我林妹妹吗？反正林妹妹不走，我也不走。宝琴，那天老爷太太分派走避的人，我已经想到，你一定要让林妹妹跟着一起走。可是林妹妹还活着的事情，我怕骤然说出来会吓着老爷太太。二老毕竟年纪大了，所以隔天我才瞅准机会跟二老说了说，也说了你的意思。那天二老没给我准话，可又过了1天，咱家就给查封了。别说林姑娘，大家全都走避不成了。
真是谢谢姐姐了。今日咱们又能走得成了，那姐姐就再帮我跟老爷太太说说好了。那是自然，可我估摸着，要说的恐怕不止林姑娘一个。一旦查抄，玉石俱焚，我猜贝勒爷也不会让齐姐姐还留在云翠庵了吧？秦二奶奶真的是英明，在这走避的人当中，我是要给启玉留一个位子，可这事儿如何跟老爷太太去说？贝勒爷放心，我去说就是。多谢秦二奶奶。可是，要说服的，只怕不光是老爷和太太，恐怕跟那林姑娘一样，齐姐姐也是个绝不要跟着你走的。是。秦二奶奶，可有什么法子吗？一时还想不出，不过总要先说服一头，再说服另一头吧。是，我这就去跟老爷太太说明。告辞。哦。放开心魔，你能放开吗？你能，我不能。我还真是好佩服你。我没说我能放开。可你说了，这云翠庵，秦哥哥可以来，薛姐姐也可以来，这胸襟，真是好了不起。以往，我还真是看错你了。可我能怎么说？当初，他们把我和秦哥哥拆开。今日有了机会，我便拆开他们吗？那我成什么人了？你给我的，是他用过的茶盏。那又怎样？你当年没用过他的茶盏吗？当年既用过，今日为何便不能用？当初，你的绿玉豆还给秦哥哥用过的。再说，那只茶盏我重新洗过的，又有什么要紧？要紧，就是要紧。当初或许是不要紧的，可今日，它就是要紧了。贝勒爷的意思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我估摸着，家父送来的那张明寿帖，老爷手里已经没有了，所以今日我又带了一张。啊，王爷可知晓贝勒爷的意思？既是暗度陈仓，还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啊，不过老爷为何又接受了这明寿帖？我会对家父有个妥帖的解释。这可真让我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啊！老爷千万不要这么说啊！请坐。当初李家被查抄，卷口发卖，秦兄弟、林姑娘、秦二奶奶帮我一起解救霞儿。啊，我与霞儿也才有今日啊。昨日霞儿听说贵府被查封，整整哭了一晚。这件事，我是必须要做的。啊，不过贝勒爷要知道，此事要冒风险。贝勒爷高义，我就不多说了。可赵石飞，他口口声声称我为恩师，可事到临头，他会怎样？我没把握。所谓明修栈道，就是要预备2顶轿子，老爷一顶，秦兄弟一顶。所谓暗度陈仓，这2顶轿子里面，自然不会只有老爷和秦兄弟2个人。哦，我的一点思念，已然说给秦兄弟和秦二奶奶听了。至于这2顶轿子赵石飞是否会放行，老爷倒不必担心，我还是有些把握的。那就多谢了。 2顶轿子，请京堂大人给个面子。怕是不会只有2顶轿子吧？赵大人一顶，秦二爷一顶，不会多也不会少。哎，可本官奉谕查封，赵府已是门禁森严，人员更是不准出入。
本官若是网开一面，难道不要脑袋了？这可不是一般的出入，是去郑家庄出席小皇子的冥寿会。可这同样是违逆上谕，难道有什么分别吗？难道说惊堂大人看不出分别吗？哎，还要请教。哎，那就算了。如此愚钝之官，本贝勒竟然认为他是个懂事的，真是看走眼了。哎，贝勒爷留步。怎么着？就这么一会儿功夫，傻瓜便通灵了吗？我这脑袋吧，确实忽然间灵光一闪。哦，好，说说看。这查封吧，乃是圣上诏谕；门禁呢，乃是本官职责。能否出入，确实有所不同啊。哪里不同啊？一般出入自然要进的，可要去的那地界那缘由确实不可进。先说缘由，恩师父子出席的乃是小皇子的冥寿会，若是本官骤然拦阻，这就不是不给我恩师的面子，实在是不给皇上面子。本官方才未曾虑及这一层意思，岂止是愚钝啊，简直是罪该万死。咱们再说要去的地界吧。啊，这地方可是贝勒爷的家，也是李王爷的家嘛。这冥寿帖是王爷下的，这冥寿会是王爷办的，卑职倒是给拦下来了，这叫什么？找死吗？不知卑职说的是也不是？哎呀，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！这惊堂大人虽说也曾经是一时糊涂，可你到底也是一个通人啊！我再给你透露点风声，这小皇子的冥寿会，皇上会亲自出席。皇上，你小点声。哦。此事牵扯皇上安危，千万不能声张。是，卑职会把嘴巴缝起来。我要跟惊堂大人说的是，你若认为这是个时机的话，明日小皇子的冥寿会，你可以与赵大人父子一同出席。卑职能吗？本贝勒允你出席，没人敢拦着。或许在明日小皇子冥寿会的时候，皇上呢，瞥上了惊堂大人一眼，心里说：“这个小官是谁呀？倒是个懂事儿的。”倘能如此，皇上对微臣垂诸有加，贝勒爷对卑职恩统再造。可明日惊堂大人跟着一起走的那2顶轿子，可能比寻常的大一些。难道会有夹带？既是出席小皇子的冥寿会，自然会有些夹带。总要带一些冥寿礼品。惊堂大人总不会连这个也不放心吧？既是有意而为，总要有所担待。贝勒爷放心吧，那些冥寿礼，卑职一定保驾护航。懂事儿。惊堂大人果然是一个懂事儿的。哦，告辞了。贝勒爷慢走。惊堂大人，这回怕是玩大发了。怎么？这李亲王府这么帮着赵府，恐怕这里头大有文章啊。你还记得当初你我相识，还是你与我演说这府公府？这京城赵李王薛4大家族的血缘脉络，你给我说了个门儿清啊！就算照你所说，这李亲王府帮助府公府，亦是渊源有自。可你知道，这位琛贝勒爷的福晋是哪一个吗？他是我大清国开国8公的李公后人。而赵府刚刚故去的老祖宗又是哪一个？正是我大清开国8公李公的千金。所谓京城赵李王薛4大家族，他们其实是一家，是折了骨头连着筋的。这些你都知道，可另有一件事情却是你不知道的。这可是我做了京官之后，在京师浸染日深，才能有所耳闻。原来赵府的先祖荣国公，
他老人家乃是圣祖康熙爷打小就在一起的玩伴，他老人家的母亲更是圣祖康熙爷的奶娘，而这位郑家庄的李亲王爷又是圣祖康熙爷的嫡亲皇孙。这下你懂了吧？这李亲王爷为小皇子大办明寿会，为何不请别人，一定要圣尧开国八公的后人？更是琛贝勒爷亲自前来拜下请帖。我不知道那位圣祖康熙爷奶娘的后人，传到我恩师这一代，还能剩下多少阳光雨露？可到底曾经血脉相连，至少那李亲王爷还是认这个账的。如此说来，这篇文章是这样开篇的，不知惊堂大人要如何做下去啊？做文章起承转合，自然是要切题。那这篇文章的题目究竟是什么？大人可看准了？毕竟皇上已经对抚顺两府颁下了查封谕，紧接着的恐怕就是查抄啊。这其中皇上是什么心思？大人的恩师又是什么心思？大人总要问个是非利弊，仔细甄别，千万别弄错。问什么是非利弊？不问是非，只问利弊。难道没有是非？不是没有是非，是朝廷和官场上的事情不能问是非。这不问是非，只问利弊，是官场上办事的又一条真经。你可要仔细揣摩，学以致用，千万别辜负了我对你的期待。是，大人。老爷、太太，这边啊，您看看，就是这2顶轿子，改装成这么大，还真是费了不少功夫。来这边，老爷您看看这边。还是不够大呀。还小啊？再大就不是造轿子，是盖房子了。不算老爷和琴儿，每顶轿子最多还能塞上4个人。那可得好好合计一下。老爷这边要走避出去的，老爷的2房，还有他那1对儿女，赵唐和秋华，再加上我，这就是5个人了，满满当当的，够了。凤丫头要留下来跟着我办事，她不能分心。原说乔姐是要跟着你的，可你的丫鬟一个都不能带，身边连个伺候你的人都没有，你哪里还能照看乔姐？君儿是我的儿媳，她跟宝琴一起走，她也会照顾我的。君儿的负担太重，让她身边的丫鬟也跟着好了。让婴儿跟着，那双儿就不能跟着了。秦儿房里的丫鬟们，这回恐怕都先顾不得。不过，这是头一批，日后总还有机会。是。乔姐身边还是要有个更妥帖的人照看着。老爷太太若是恩准，就让时儿跟着照看我的乔姐吧。其实日常我也忙，乔姐呀，一直都是时儿带着的。就让时儿跟着好了。哎，这恐怕就够了。老爷的轿子里啊，早就满当了。晴儿的轿子里，君儿、婴儿、乔姐、时儿，也塞得满当了。成了，就这样了。老爷太太怕是忘了，琛贝勒爷走了以后啊，君儿说了2件事情。不就是平儿那丫头又活了吗？可她是死是活，那是她自个儿的事儿，我才不要管她。太太不要生气，这不是太太要不要管她的事儿，是宝琴一定要管着林姑娘。这个孽障，她也不想想带上她，那让君儿的脸面往哪儿放啊？不成，我绝对不准。还有啊，就是琛贝勒爷叮嘱咱们要帮他一个忙的那件事儿。这件事嘛，贝勒爷一定要云翠庵的齐玉师傅也跟着咱们一起走避出去。这其中的因缘嘛，咱们也不必问了。其实咱们也没有办法去问。查封虽说不是查抄，已然是严禁出入了。
要到园子那边去通知他们到这边来，已经办不到了，更不要说去问什么事情了。我看这倒是个好事儿，明儿个你就跟贝勒爷实话实说，园子那边咱不是过不去吗？那人咱也没法带呀。哎，只是很对不住贝勒爷，他这么帮咱们，咱们却不能帮他。二爷，你找我？对，我找你。我记得你上次跟我说过，我要想从这个园子到那个园子去的话，你有近路，不用走大门的。你也要这么走啊？啊，那可是要钻洞的。钻洞？洞在哪儿？赶快带我去啊！行，那咱走吧。啊，二爷，请。哎，快点，二爷，快！哎，这个洞是哪个弄出来的？不怕告诉二爷，是强哥。当年啊，他管着梨香院，跟灵官搭上了，经常啊要带着灵官出去玩，可是又怕人知道，就挖了这个洞。你既知道，为何不早告诉我？奴才哪知道二爷也要钻洞啊！哎，行了，别废话，在哪儿呢？哎，那边什么人啊？哟！哎，英哥！哎，英哥，林妹妹还是不肯见我吗？我家姑娘还有启玉师傅要说的话，要我来转述给秦二爷。这叫什么嘛？秦二爷一定相信我，姑娘要我转述的话，我一句都不会错。啊，不是一个字都不会错。行，来。我家姑娘说，她要说什么话，其实二爷是知道的。二爷若是一个人，我家姑娘天涯海角都愿意跟着二爷。可如今二爷不是一个人，我家姑娘会不会跟着二爷一起走？二爷心如明镜，就不必再说了吧。我就知道林妹妹会这么说。我家姑娘还说了，现在二爷的家里头有老人有妻室，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一日难。既是明日一早就要离开，那今天晚上可有的忙了。所以请二爷这就赶紧着回去，别在这里耽搁了，要不我家姑娘可担待不起。什么话呀？这叫什么话呀？这些话都是我家姑娘说的话，剩下的就是启玉师傅说的。这到底怎么了？这齐姐姐也不肯见我呀。启玉师傅说，他倒不怕跟着二爷走，可二爷要去的地界是郑家庄，这个可不大方便了。这我早就想到了。哎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走避郑家庄也是无可奈何，没别的选择。你没跟他们说呀？二爷要我转的话，我一句也没落下。我家姑娘和要我转给二爷的话，我也一个字没留着。好，英哥，劳烦你再去回一声，跟我林妹妹和齐姐姐说1000到1万，只要他们俩不跟着我离开，我今天晚上就不走了，我就在这儿待着了。哎，二爷，你真不走了？不走了。那我可就这么回了？就这么回。你说什么？他不走了？看样子这二爷真生气了，他那个性子啊，弄不好真要在这儿待一晚上。不行，他必须得走啊，必须得走。英哥，你再去盯着他，别再出什么事了，快去。怎么就不走了呢？你急什么？他愿意留在这儿，那就让他住下好了。齐姐姐，宝琴必须得走。你真不懂啊！年前李家被查抄的时候，这家妹妹像牲口一样被变卖，你是没见着，她魂都给吓没了，好多天才缓过神来。若是这个家也给查抄了，把宝琴也给变卖了，那我哭也哭死了。那你就跟他一起走，你只要跟着他，他准定会走的。那你怎么不走啊？我走你走，那是不一样的。你的秦哥哥请我也跟着走，那是因为他受了琛贝勒爷的托付，他不得不来说这个话。你不一样，你是他的命根子。你别又气我，你知道的，我不会跟他走。
禀住持，金堂大人请见。好邪门儿，他来做什么？你跟金堂大人说我们都已经歇下了。是。哎，等等，要把这个鬼赶走，也只好借助钟馗。你的秦哥哥，他是个鬼啊。也对，他啊是附在你身上的鬼。跟你说，没办法，你赶不走的。不行，他必须得走。去，请金堂大人稍后。是。要去你去，反正我是不去的。姐姐也不必去，这点事情我还能做得好。老师请。萍萍啊，祁煜师傅不在啊？祁姐姐已经歇下了。老师这么晚来，是有事啊？我倒是没事，我是怕你们这里出事啊。怎么？是这样的，我的属下向我禀告，说这隔着院子和园子的围墙，不知道给什么人凿开了一个大洞。我还真是吓了一跳。你说那边院子还好，人多，护院也多，可这边院子就不一样了。云翠庵、荷香村，住的全是你们这些，女流之辈嘛，是个个手无缚鸡之力啊。这真要有个强人过来，那可怎么得了嘛？老师还真是猜着了，还真是从院子那边过来了个人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不过倒不是个强人，是我宝琴哥哥，他是来看我的。老师下令，这院子和园子里到处都是门禁，宝琴没办法，要过来，只好走墙洞。这本来也没什么，可他借故有门禁，又再不愿钻洞，说今晚上就不回去了，这可就急坏了祁姐姐。她这坎外清净之地，哪里能容男人住进来呢？可这个人是我宝琴哥哥，祁姐姐又不好发怒，一气之下就回他的禅房睡下了。老师来的真是正好，学生的意思，想请老师帮个忙，让官差们把我宝琴哥哥给送回去。他要是还不走，倒也可以吓唬吓唬他。不过，可不能给我把他吓坏了。就这事儿呀？是啊。成，我就不看你面子，也得看着我恩师的面子，不是？那是我恩师家的小祖宗，我哪敢吓着他嘛？学生，多谢老师了。那我这就去办。你们做什么呀？不能走！林妹妹，林妹妹，你快出来呀！我有话要跟你讲。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我不能走！林妹妹，林妹妹，你快出来！我有话要跟你讲。别说，放开我！你老师还真听你的话。师生如父子，他还真是关心我的。不会别有用心吧？呸！他是我老师。有。乔姐，你听娘说，你一定要听你姨妈的话，娘很快就会来。啊，娘，你可快来啊！乔姐，娘，快来哦！娘，不行，不行，等等啊，还得再等等啊！
这齐姐姐和林妹妹她们还没来呢。等等啊，好姐姐，你跟他们再说说吧。宝琴，这来，咱们还得再等等，他们还没来呢。宝琴，父亲，上去。宝琴，快上去吧，别惹老爷太太生气啊。二爷，保重。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宝琴的。起轿。双儿妹妹，双儿妹妹，别伤心了。来，听我说，大难临头，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啊。凤姐姐，太太曾经答应过我什么，你是知道的。可到头来，我终归还是个丫鬟。姑娘也真是的，又让他赶紧离开，又舍不得他走。这回怕是真走了，再不会回来。我看未必。祁煜师傅也来了，难道也有要送别的人？当然有。是谁呀？我怎么想不出来？傻丫头，听你家姑娘胡说。我胡说？上回宝琴跟着老祖宗的灵柩南下，我也是到这里给她送行，也是在这里遇到了祁姐姐。对对对，我也想起来了，原来祁煜师傅要送的跟我家姑娘一样，都是秦二爷吧？人是同一个人，可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究竟如何不一样？祁姐姐能说来听听吗？说就说，你可别恼。说的是祁姐姐的意思，我恼什么？这意思，其实我跟宝琴说过，我和她是知音。好雅致的交情。不过，林妹妹与宝琴哥哥的交情，那可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我不许你说。瞧你，恶狠狠地逼着我说了我的，倒不准我说你的。这天下哪有这么不公平的事情啊？你要敢说出来，我就再不跟你好。